为着无爱让这车辆入去到公园内底，咱看到真侪所在呢，伫门口拢会踩这砸车的其他。也毋过，其实这对坐轮椅的人来讲是真无方便的。所以有新疆团体是表示讲，伫这当中呢，其实新北市是设上界侪的，希望讲会当赶紧拆掉，希望讲来创造这无障碍的空间，也呼吁国土署爱定出统一的标准。一般的民众经过砸车的轧仔，拢是闪一个就过啊，无啥物特别的感觉。毋过，若是对坐轮椅的人来讲，要过就真麻烦啊。佮较免讲是大型的电动轮椅，根本就无法度过去。拜三，行政团体伫立法院提出诉求，因讲常常想要去河滨公园，就叫人挡伫个外口，根本就无法度入去。很多的障碍者其实也会觉得说，像河滨公园这类平平的一个场域，其实是很适合轮椅通行的。但是我们往往会碰到很多的路阻。目前全台湾上侪批行砸车轧仔的所在，就伫咧新北市。新北市府对108年开始，隆重设计170个砸车的轧仔。原本这寡轧仔是为着要防止机车甲汽车弄入去，后来因为设计无顾虑着障碍者的需求，引起民团和检察院的关注和纠正。后来虽然新北市政府有改进，不过改善进度收过慢，到今才拆掉10个月尔。民团要求国土署要有统一的标准，做出改善。新北市高滩管理处的天兵，他说可以过啊，因为他用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型的那个身障的轮椅，他当然可以穿果冻过去啊。但是我们这些都是这么高大的，怎么过啊？车主的部分其实。在道路上面有时候是必要之恶啦，因为摩托车它为了求方便，那它会直接骑上人行道去做转弯的这个动作。国土署表示，若是甲一寡所在砸车的轧仔全面拆掉，恐惊违规的车辆会变多。不过，也答应讲，政府未来会调整砸车轧仔的设计，改善轧仔的宽度和宽度，提供便利的无障碍环境。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。